啊，您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有，从容从律师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我找一下。不用查了，是上官老师的委托人。上官老师已经在会客室等了。不能换个人吗？能请到他，你烧高香了好吗？还挑剔。还不是因为我跟他有不共喝粥之处。这位是我们律所的金字招牌上官毅律师。如雷贯耳。这位是云际医院的优秀青年医生温少卿。打过几次照面。秋荣，虽然魏医生是自己人，但你也得倒杯水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去倒。从容说这个案子你接就稳妥多了，那就拜托了。他过誉了，诉讼有风险，在法庭没有宣判前，没人能肯定官司的输赢。这些话一般都是我跟病人家属说的。手术有风险，不能保证100%成功。虽然不习惯角色互换，但我可以理解。说实话，我并不希望你来找我。我也不希望在手术台上见到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代理律师，你把当时的具体情况说一下，时间、地点、事情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越详细越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3床的患者呢，情况一直不是很乐观。我们医院呢一直给他输营养液，家属是死活不同意。我了解的差不多了，那就先这样。坐一会儿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上官老师，我们公司这次的案子就全靠你了。结束了吗？我了解的差不多了，具体合同细则你跟他沟通吧。这边请。